守翻三藩市結界呢個規矩嘅 ，OK？ 咁啊，呢個規矩有幾個嘅啫。先講第一個，喂，第一隻歌都未唱完嘅就 encore。OK 嗱，第一個規矩聽清楚啦喎，就係咧你哋嘅反應要快啊，因為啊大家知道聽埋先。咁啊。點樣要快法咧？就係你知道我啲快歌慢歌嚇好快歌好多噶嘛，咁啊又要穿插啲慢歌，咁啊呢個 run down 就會起伏不定啦。咁所以你哋嗰啲情緒反應咧都要跟貼住我，知唔知啊？知啊！譬如俾個 example 你啦，我一陣間會唱快歌，你哋會點啊？仲要企埋起身咁啊！係啦，要站起來，企喺度。係啦，咁啊慢歌咁你咪休息一陣咯。喂唔係喎，不如試下你哋啦。三藩市啲觀眾聽講係反應係幾快嘅。